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，列王记下卷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28节到36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因信得生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切据。既然有了确实的把握，那么就应当要活出信心的生命，就要与上帝有很好的关系，有亲密的连结，不可以违背上帝，应当要安静地等候上帝，做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。列王记下卷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28节到36节，记载了犹大王希西家在耶路撒冷当王29年，极力的做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，蒙主喜悦。即便是面对强大敌人的威胁，他仍然活出信心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位的第3年，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做犹大王。当时他25岁，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29年。他的母亲叫亚比亚，是撒迦利亚的女儿。希西家效仿他的先祖大卫的榜样，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。他除掉山丘上的神庙，拆毁了石柱，砍倒了亚舍拉女像的柱像，又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尼呼斯坦。因为以色列人民到那时候还在向他烧香。希西家信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犹大国在他以前和以后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。他忠于上主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上主，他谨守上主给摩西所有的诫命，因此上主与他同在。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顺利。他反抗亚述皇帝，不肯臣服于他。他打败非利士，把他们的土地，包括加萨和周围的地区，从守望台到设防城都占领了。28节，于是他站起来，用希伯来语来大声喊叫，这是亚述的将军，然后你们要听亚述皇帝的谕旨，他警告你们不可受希西家的欺骗，希西家不能救你们，不要让他说服你们去倚靠上帝，不要以为上主一定会救你们，不要以为亚述的军队不能攻破你们的城，不要听希西家的话，亚述皇帝命令你们出来投降，这样你们照旧可以吃自己的葡萄和无花果，喝自己井边的水，直到皇帝把你们迁到另一个地方，跟你们的本土略相同，有五谷葡萄，有饼，有美酒，那是产橄榄油和蜂蜜的地方。你们遵照他的命令，就得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不要被希西家欺骗，以为上主会来拯救你们。你们见过哪一个神明拯救过他本国脱离亚述皇帝的手吗？哈马亚尔拔的神明现在在哪里啊？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明又在哪里呀？有谁救过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？有哪些神明曾经从我们的皇帝手下救过他们的国家？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上主会拯救耶路撒冷呢？人们都不作声，
他们遵照西西家王的命令，一声不响，不回答他的话。启示录当中的预言，上帝差派了约翰向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预言。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经文这样的记载：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，那位开始和终结、死而复活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是患难和贫穷，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为犹太人所毁谤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魔鬼要考验你们，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，你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皇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对不会受第2次死亡的灾害。基督徒要忠心到死，追求属天的富足，不可像当时候犹太人一样，只有活出那种表面没有真实的生命。诗篇37篇第1节到第9节：不要因作恶的人不懊恼，不要羡慕行不义的人，他们要像草一样，很快就枯干了；他们要像花草一样凋残。要信靠上主，努力行善，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享受安康。要向主寻求喜乐，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。要把自己交托给上主，信靠他，他会帮助你。他要使你公平如光照射，他要使你的正义如正午太阳。要耐心等候在上主的面前，不要因为兴盛的人而懊恼，不要因恶魔得逞而人为平。不要气愤，不要发怒，不要懊恼，这对你有害无益。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但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都能活出信心，活出爱，你一人荣耀神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